中唔中意聖誕節啊？同埋點解嘅？中意啊，因為如果聖誕節嘅話，學校會舉辦聖誕聯歡會，好好玩㗎，仲會收到禮物咧。中意，因為有好多禮物收。我中意聖誕節，因為係耶穌誕生嘅嗰一日。聖誕節你會點樣慶祝咧？我哋家人會做一個聖誕大餐，我哋會一齊聚落嚟一齊食咯。同家庭聚會。我會同家人一齊團聚食飯。你知唔知聖誕節係紀念邊個誕生㗎？聖誕老人？我唔記得咗。耶穌嘅誕生。你答得啱啊！聖誕節係紀念耶穌嘅誕生日子。聖誕節喺每年嘅12月25日，係一個紀念耶穌基督誕生嘅重要節日。耶穌係上帝嘅兒子，佢降生喺世間係為咗拯救世人。聖誕節真係充滿一個希望同埋喜樂嘅日子嚟㗎。希望大家有一個開開心心嘅聖誕節。耶穌愛你。睇完呢條片，如果鍾意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。